你更期待他这一辈子都能够健健康康、幸福美满，是不是？这些是普天之下家长们共同的愿望。但是在目前体制教育的环境之下，在普遍家长们只重视分数和文凭的偏差观念之下，孩子们长大之后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吗？很多家长会摇头，我自己是打一个大问号。其实，大部分的老师和家长都很关心孩子的教育，很想要把教育做好。但是，结合了这么多人的用心，换来的是孩子们程度越来越差，换来的是孩子们越来越不快乐。这就说明了我们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的。今天上午我会针对台湾的体制教育提出一些意见，我请大家用平常心来听听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。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与经典同行，教育其实很简单。与经典同行是什么意思呢？与经典同行就是听经、读经、背经、解经、行经。我们简称它为读经。读经真的能够带动其他的多元学习，让教育变得很简单吗？读经真的可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、记忆力、学习力，让孩子变聪明吗？读经真的可以让孩子的品德变好吗？听完今天的演讲，您就知道他的答案是 yes yes yes。各位猜猜看，世界上最会跳高的是哪一种动物？哪一种？袋鼠。哦，袋鼠，袋鼠很会跳，它不是第一名，第一名是跳蚤。跳蚤，它很会跳，很喜欢跳，它一跳可以跳它身高的180倍以上。如果用我的身高来换算，我一跳就跳到台北101大楼的屋顶。有一个实验是这样子，用一个很高的瓶子放一只跳蚤在里面，盖子盖起来。因为他很喜欢跳，他一跳撞到头会痛，撞2次他就学乖了，只跳7、8分高。那么瓶子放矮一点，他撞到头会痛，他又跳7、8分高。瓶子越换越低，当然他就越换越低。最后用一个米酒袋把它盖起来。第2天实验结束。当我们把米酒袋拿走开的时候，请问有什么结果？跳蚤不跳，它用爬的，它变成一只爬蚤。这个实验告诉我们，环境的压力让跳蚤放弃它与生俱来超强的跳高能力。各位朋友，我们都很有爱心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，怎么样可以帮助这只跳蚤恢复它的跳高能力？有没有办法？给他吃营养品，治维他命，帮他加油打气，或者送去做复健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把这只跳蚤放到跳蚤堆里面，他看到长得一模一样的同类，跳那么高，那么快乐，他会偷偷跳一下，又不会痛。再跳高一点，还是不会痛，他就越跳越高。端，他2分钟就恢复了他的跳高能力。所以环境很重要，难怪古时候有一个叫孟子的，他的母亲要干嘛？要产我举这个实验，是为了要说明孩子的学习情况。学习是人类的天性，学习它应该是有趣的、自由的，会让人深深爱上。孩子在很小的时候，对任何事物他充满好奇，很想要模仿，很想要学习。
这时候他是主动的想要去学习。可是，在应试教育，在升学主义的环境压力之下，两岸有很多的国中生、高中生，他们已经不爱学习，不会学习，因为学习都是为了要考试，是被迫的，或者是半推半就的去学习，学习过程毫无乐趣，经常的考试，容易导致了很多孩子厌弃学习，讨厌而放弃了学习，一个一个都变成学习的趴障。所以，如何培养孩子或者找回孩子学习的热忱和能力，是家长和老师必须重视的课题。各位同学，培养孩子，找回孩子学习的热忱和能力，非常重要。有一个很着急的妈妈，她儿子念小学5年级，数学成绩不好。他请教王成贵教授，有没有办法让他儿子的数学成绩变好？王老师说，一个孩子功课不好，数学成绩不好，只和3个人有关系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家长，一个是孩子。孩子、家长和老师，他问这个妈妈说：“你儿子班上哪一个同学数学成绩最好？”他说：“班长，数学经常考100分。”王老师说：“那很简单，你就去请教班长的数学老师来教你儿子数学。”他说：“同一班当然是同一个数学老师，所以数学不好和老师是没有关系。”王老师说：“你当妈妈的就应该去请教班长的母亲是如何来辅导孩子学数学。”这位妈妈说：“班长父母做生意，忙着没办法看他的功课，是我很用心，每天陪着孩子做功课，辅导他学数学。所以数学成绩不好和家长也是没有关系。”王老师说：“那只好请你的儿子学学班长。”和班长一样的用功啊，所以妈妈说不对呀，是我儿子比较用功啊。班长上课听一听，回去没有看他多练习，他就考90几。我儿子上课真的很认真，回家我陪着他，盯着他，我买2套评量让他多练习，他还是考60几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王老师说，其实啊，你只要想办法让你的儿子变得像班长一样的聪明，数学就变简单了，数学成绩一定会进步的。所以数学成绩不好和老师和家长没有关系，和孩子用不用功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，而是要想办法让他变聪明。一个数理资优生，他小学3年级，他的数学能力就是高中以上的程度了。所以，万一你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好，不用逼他去补习，一直做功课、做题目，没有用的，只会害他越来越讨厌数学，害怕数学。你应该想办法，怎么样让他变聪明，这才是帮他做固本培元，从根源处来解决问题。想不想知道怎么样可以让孩子变聪明呢？听这个声音好像不想。想不想呢？想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怎么样可以让孩子变聪明。我们人一出生的时候，老天爷在脑袋里面都装了有140亿到200亿个脑细胞神经元。这个脑细胞神经元会透过我们的五官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来接受世界信息，给它刺激。脑细胞神经元受到刺激，它就发展就活了；如果没有受到刺激，就会被生命的机体自然淘汰。
脑细胞神经元被刺激的越大量，发展的越丰富、越细致，这个人就是越聪明。根据西方的医学研究，我们人类这辈子脑细胞神经元平均只被开发3%，如果被开发5%，这个人就是天才；开发3%以下，这个人就是比较笨。脑细胞神经元这么的细小，它是各自独立，它不会连在一起。但是它受到信息刺激的时候，看到东西，听到声音，闻到味道，皮肤去感觉触摸，这时候它会长树突，就像树枝长出嫩叶一样。一个脑细胞神经元受到大量刺激，它可以长出1-2万根的树突。如果孩子一出生就送到高山原野、偏僻的地方不教育他，刺激量太少，这个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，一个神经元大概只能长出2-3根的树突，所以孩子的聪明度可以相差几千倍、上万倍。而重要的是，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在他3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发展了80%，到了6岁就被发展90%，到了13岁就被发展99.5%，然后就按照13岁那时候的聪明过他的一辈子，聪明的不会再变笨，不聪明的想要变聪明就很困难。所以要让孩子聪明，就是要把握时机，趁早大量刺激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，要把握创造孩子聪明的关键时刻，要在13岁之前。日本的铃木正一博士他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，哪一家的孩子不是天才？那肯定是他的父母没有听懂这个道理，错过时机，没有大量刺激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，才让孩子变笨。而听经、读经、背经，就是在刺激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，可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、记忆力、学习力，让孩子从小就又聪明又好学。所以，请让你的孩子及早读经，那么各位家长，您的价值观会影响到对孩子的教育观。很多家长听到我们的读经教育讲座之后，很认同，马上帮孩子报名读经班，开始读经。可是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，念了小学，一旦功课不理想，分数不满意，他就很紧张，到处去打听哪一个补习班好，哪一个老师比较厉害。通常他最后还是决定送孩子去补习。为了要应付考试，时间不够用了，就渐渐减少让孩子读经典的时间，甚至是放弃读经，真的是非常可惜。你送孩子去补习，就算分数真的进步10分、20分，对孩子的将来很重要吗？是分数重要，还是孩子未来的能力重要？是能力重要，还是品德重要？这么重要？品德。我也认为是品德才是最重要。我们经常看到台湾媒体在报道，刚刚周点老师讲那个结的事情就不谈了，因为不忍心再谈。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在报道，有资优生想不开，有富二代闯祸的，甚至有殴打父母，